紧，拢是有做看到，才有法度坐伫遮，安尼幸福，安尼权利是听咱的上帝所来赏赐。所以即马请大家咱进来，伫遮火热，真正大声开喙，尽心尽意来学老上帝啦！赞！投影片可以帮忙动一下吗？我是学老上帝，感谢主。我是学老上帝，主在领我的背，地里安的三纲印象，我老一多出名，就把咱们最初有众多爱说，天地的光环的引导，以爱共的咱们喊声一大声，我心爱的兄弟，谁敢知道的美？公中的教引是思想，我老一挂出名，一直让我去追，当为的今岁，只等就来阳光吹来，梦里我的爱，我是我老兄弟，天的风对自己，随梦派代将西中心，梦里无当的心，是过日高的酒，那尊的天高规划最激烈，一根为的兄弟。感谢主，伊毋但是大款人的上帝，伊嘛是咱上介好的朋友耶稣。我知道永远耶稣说话，因为我永远耶稣说话，虽然快乐并非定有他会快随我的是不会耶稣说话。咱到你来读第2节甲第3节的歌词，请派要伫我心内，耶稣属我，对敌计无陷害，耶稣属我。我靠救主的神，为的亲义正实，抗赢对敌权力，耶稣属我。第3节，虽然教导各散，耶稣属我，我信靠伊帮赞，耶稣属我。我欠亏主保障，伊保惠为退赎，望有好结局，耶稣属我心。虽然歹还伫我的心内，耶稣属咱，请歹还伫我心内，耶稣属我，对你给我安排，耶稣属我，我共有主的心，为你亲密加心，我要对你还你，耶稣属我。第3节，虽然高楼高山，耶稣属
感谢主，带咱来到这到顶敬拜，咱来安静心，欢迎伊来到咱的中。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时，咱来听候上帝的话语，咱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咱请咱兄弟姊妹，甲咱手机啊关机来调成震动。咱来礼拜先静默1分钟，咱来听候主。我是应该懊恼的，因为伊听见我讲求的声。我是我的气力，也是我的顶来。我心我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伊的诗歌学落伊。我是伊百姓的气力，也是伊受我由的得救的为所。由你拯救你的百姓，束缚你的山羊，应许伊扶持因。直到永远。这是咱请起哩用圣诗67首，用圣诗67首，用全首，请起哩。
咱由咱徛伫引书到圣经，做咱信仰的宣告。咱用先读圣经啊，做咱今仔日的信仰的宣告。专免被创作地内主宰，我心来受你后，兄弟有心爱，爱主，一对心祷来，对在这种玛雅之时，一对对的都应该行动，练习给心要上的礼物，给上一对象的话，请听，那些专业被兄弟方面，每个人来相信话，那是想，我心先行，先做红大会，先做雄风，最下辈，有被我啊，一定会有画面，阿门。咱请坐。咱只是来领受上帝话语，咱也翻开咱的诗篇后面启文第5篇，启文第5篇咱做伙来读。写下天讲起上帝的荣光，这里甲迄里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尊情遍在天下，上帝伫因的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也要亲像因拢应的人欢喜走伊的路，坐到天的手边。了我的流发交存，了我的感情确实，了我的教是正直，了我的名利清洁。因为了我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一个好金搁较幸福。高你的路步对才会受警戒，是谁会知伊的失错？由你组织你的路步，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然后我会石盘救赎我的主。咱只是来甲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是全能的神，你创造万物，掌管一切。主啊，我们伫遮来亲送乌罗利，明仔乌里控就是咱台湾总统就职的典礼。求主，互咱的台湾的每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不只看见家己政党的利益，也会使来看见咱人民的需要。互咱的新的总统有国家管理国家的权度，互咱台湾人民会使过较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伫遮来感谢主。过去60年，透过济的牧者，甲咱信仰的长辈的努力，互咱南口教会伫咱南口地区会使徛面60多年。目前咱的教会发展也慢慢改变中，咱也要透过咱教会的牧养的团队的带领，希望咱教会会同工追求主你的话语，甲传福音火热的心。求主你带领阮南口教会推动幸福小组的事工，阮也要照着幸福小组的推动，互阮会使甲阮身边的亲朋好友，甲咱南口社区的居民，分享好的消息甲好的福音，互恁八主即份的祝福甲恩典，也甲因三甲伫个。主啊，你讲神是所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阮看见南口地区人口慢慢来增加，愈来愈侪少年的家庭，甲退休的人数搬入来南口地区。阮也看见阮的教会未来青年福音牧养的事工，甲长者的福音的事工的需要，
求主你会使加添开力，互教会牧养的团队，牧养团队有时间会使规划云南口教会未来的发展，佫会使希望更较侪服侍的同工，互同工拢有一个合一的心，做伙成做一个好的传福音的团队，互阮南口教会会使担负起咱南口地区属灵大囝的名分，互咱南口地区的众教会会使推动神国的福音事工。主，阮也知影阮的不足，只是阮也要为阮的福音的事工甲教会发展的未来，重担交托主，外靠主，主你就要真做。互南口教会会使成做一个幸福见证的出口，感谢主。主，阮这是6个用主祷文来做阮今仔日礼拜的开始。咱即是来读上帝话语，路加福音24章28节到35节。我来读。将军所去的形象，耶稣亲像行较远，两人就强留伊讲，请到阮住。时已经暗，日落要落，伊就入去，要甲因住。三角坐倒的时，耶稣摕饼。祝谢，我来互因，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连伊无看国见，无国看见，因就三角讲，努力，伊甲咱行讲话，开启圣经的时，咱的心敢无热吗？就即时起身，转去耶路撒冷，拄着11个学生，甲当地的人聚集，伊讲主果然。无话，也出现互西门看见，因两人若讲起伫路里所拄着的事，甲伫挂饼的时，因怎样认得伊？咱即时请圣歌队来辅导主。
多谢新歌队员遐尼水的歌声来学罗上。咱即时要来邀请咱的文宏兴牧师为咱来讲道。今日讲道的心是惠利的心，咱即时来请洪兴牧师。感谢牧师的安排，我会当代表玉山城的来伫今仔日这个主日，就是为着因特别设立的一个纪念日，要为着因来奉献。的一个主日，我本人甲玉山城的关系是，通讲真接近啦吼。因为我出世伫东部的关山，我的阿公的小弟吼，上细汉的小弟，我叫伊万吉公，伊排行第6个款。然后还有一个阿公，还有就是讲细汉就分落啦，无囥伫户口内，因七兄弟。上细汉即个职工嘛做牧师，伊对广东做宣教师9年，战后了后，转来台湾，就受这孙仔国牧师投降伊当时宣教师第一任的院长，去遐伫玉山城的所在做开拓这个玉山城，后来将这个玉山城的第一任的这个。这个牧师，我伫少年教会做传道牧师、甲教牧师时，也捌受派，到伫玉山城做董事。我伫城的中间嘛，几若位是原住民的同学，所以玉山城的甲我的关系，通讲，毋是讲真生疏、真熟悉。像隔壁厝边同款，台湾咧宣教一个基业，就是原住民会当信主。咱来家想看觅，若无原住民来相信耶稣基督，改变因整个的社会吼，伫咧台湾袂当遐尼安定。伫咧台湾遐尼安定是原住民因伫因的徛起的所在。受改变，信耶稣，无啉酒，无食薰，即款的运动伫因的社区改变因真济，通讲一个真要紧的规律，所以玉山城的贡献对台湾来讲是真大真大。即马有3间城邑，台南、台北、甲玉山，这3校拢总伫东南亚城协会顶面拢评点。伊已经会当训练到接受做理念是博士班的这个学生也会当修的这个程度。当然是我的母校，伊有原住民的牧师伫国外一个博士，转来伫台湾城伫做教授。所以你看觅，这将近你要100年的中间，这个福音
改变咱整个台湾非常的大，所以我希望讲咱吼今仔日咱若看到即个红线茶啊，后壁，即个红线茶啊，咱每场酒啊，内面拢有夹一张的即个红线茶啊吼，红线的目标拢有写伫即个所在。特别无少年者要爱甲咱报告是，因为即摆的地动，咱知影即摆地动伫花莲吼，非常的厉害吼。玉山社嘛受到真大的即个破坏吼，所以真需要咱大家出力，甲伊帮忙吼，甲伊帮忙。我伫东部咧部会时阵吼，我以前捌讲过，然后对外纪念即个奉献，我拢学一个长老，地上有一个长老姓曾哦，已经过身啊。伊讲若有对外来的奉献，我拢甲伊看做是上帝互我的红贴啊。我咧讲大家有听无？哦，咱古早咱若收着红贴啊，喏，都要准备啥？准备红包。哦，咱若收着红贴啊，当然收了伤济，你会当活动袂了。哦，加即种负担。总是即个长老伊安尼讲，讲咱长老教会收着上帝来的红包，一年差不多平均有12摆吧，一个月来算1摆，每一个月有1摆，尼一年嘛差不多12摆红包。哦，莫家己想讲遐尼严重的代志我做传道伫东里教会牧会时，我就对即个曾长老咧学习，讲若是纪念日，我就准备落地仔准备一份红包吼。这红包就是我讲要去富人的宴社爱包的红包。上帝来的红贴啊，我就甲伊当做一个红包，安尼甲伊奉献。我自我30几岁开始养成即种习惯。我希望讲，呼吁咱大家讲，有纪念日，你甲伊当做对上帝遐来的红包，你伫厝的中间，你就甲伊准备边，看好奉献的时，你就欢喜来甲伊奉献。我希望讲，玉山上会咱得到咱大家的关心，原住民的传教者无人全无去。人会当搁再增加，互原住民因的传教者转到伫因的所在，用因家己的话语带领母语来敬拜上帝，互咱整个台湾的社会吼，伫上帝话的影响的下面，咱真正会当合一真做即个活世世代伫台湾做好的敬。大先做安尼报告，咱后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阮今仔日教会咧个顶面甲阮讲起，今仔日就是圣神降临节。现在我要得到快乐，为着主耶稣基督用话语，用阮的性命，伫世界各所在做救主耶稣基督对死过活的见证。将烟光为伫你，引带人对接受耶稣基督，生命你就改变。上是感谢你，因为有圣神的降临，我会当每一人，凡是相信耶稣基督人，凡是呼求上帝人，拢会当得到圣神的充满，带有快乐，伫因的生命中间受主你的改变。祝你安尼来帮助我，祈祷感谢各主圣名，阿门。早起我小可较早来吼，圣歌队伫遐咧串诗歌，可能是听到紧的吼，听到紧的吼。甲我的讲道即个圣经站吼，我咧个想讲，今日要读的圣经站就是已经甲咱唱出来，你毋知有感觉无吼？因咧唱的这个圣诗，这个圣歌队所定的这个诗歌，就是今日这圣经站所咧记载，伫以马忤的所在，伫以马忤的所在真出名的故事哦。你若看圣经，
两个学生，安尼真希望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去以马内的所在，因为伫耶路撒冷，耶稣受定，因对耶稣的仰望已经失落，所以因真安尼失望失志，要往这个以马内的路伫行。耶稣就主动出现伫因的中间，伊那个认无出来哦，认无。伊国外耶稣小可无共，甲因熟悉迄个耶稣，安尼完全无法度安尼认出来，因为手啊个糊，互因的忧伤，互因的失志，目睭啥看袂清。咱真好的朋友若久无看去哦，咱嘛一时就会认得出来。特别咱若挂即个喙暗的时阵哦，我真无有人真厉害，我捌拄着两三摆捌我的人，甲咱看我的目睭，就叫我的名出来。我实是真安尼，真着惊讲哇，伊人真甲遐尼厉害。甲咱看我的目睭，我这喙暗的哦，搁滴我看我目睭，我叫我的名咧。耶稣出现伫呢，中间引进。一直要天暗的时阵，耶稣因着甲因行在中间，用圣经的话，用圣经的话甲因讲解。哇！我今日定到就是讲，互因的心回接起来，互因的心回接起来。特别天特别暗时，就强老耶稣甲因三角要甲因做伙，伫八饼啉食的时阵，认出哎呀，这就是耶稣啦。国外耶稣，安尼随时就无去。这学生心内回接，都越头。登到耶路撒冷所在去，这是路加福音，直描写国外耶稣，国外耶稣怎样互耶稣的学生受感动，欢呼因在登到耶路撒冷，一直到这个下卷，圣经的下卷就是使徒行传，上卷是路加福音，过来恁来搁看这个下卷是。使徒行传，这两本你一定要做好来甲伊看。你对24章看到伫这个使徒行传的1章2章的中间，你就会当看出头一摆圣神降临的代志。头一摆圣神，咱即摆我即摆要传，回顾头一摆圣神降临的有啥真特别的所在？咱若搁回想。创世纪11章有一项事件，叫做巴别塔的这个事件。你若看创世纪11章，伫迄个所在有些人真骄傲，爱互伊名宣扬，搁爱起迄个巴别塔，互迄个塔顶会当拄天。你若看这个创世纪11章的所在，人骄傲到什么程度？伫创世纪11章的所在，咱来看，我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着要传扬我的名，人类之骄傲，免一管分散伫全地。上帝只是爱因分散伫逐所在，徛伫以外。违抗上帝的旨意，因爱宣扬家己的名，毋是要宣扬上帝的名，要塔顶的通天。所以上帝行一个真奇异的代志，就是甲因咒诅啦，互因的话袂通。这个巴别塔，迄个巴别的意思是变乱啦，变到啥？你甲我话拢袂通。咱拢会晓伫咱的生活经验，咱住台湾这个所在哇，足侪种语言利用在包括迄个新的字面落来，伫咱的台湾的社会，搁较侪话咱拢无法度了解。我伫纽西兰伫牧养台人的教会，
后来70岁退休了，有2年时间伫广东人的教会花语堂做因的临时。我就甲遐广东人有接触，总是话语袂通，用啥？用华语甲英语，因为伊是讲广东话，因迄教会是广东人开始的。讲英语，所以因为讲英语的教会伫遐，后来继续去发展有华语，因为中国人足济，包括纽西兰，所以以前教会有英语，有华语3种语言伫迄间教会。我捌因为几啊位牧师伫遐，三个礼拜吼，有6个牧师伫迄个所在，就运作研教的。最近有2位来探访我，甲我带做伙，哇，这足厉害！一个真后赛车，伊太太真后看这个导航吼，阮安尼2队做伙到宜兰所在去游览，毋敢落去花莲，地动的关系，路嘛袂好势。因讲广东，我完全听无。因若咧讲苏皮话时候，就拢讲广东话，我就听拢无。话语袂通，这个咒诅到当时才衰落，咒诅才终止。安怎讲？因为人甲人会当用上帝圣神的感动，互人会当用伊家己的作为。方言毋是讲咱清清菜菜乱讲的话，迄叫做方言。方言嘛，毋是喙齿二拉桥，迄叫做方言。咱看头一摆圣神降临的时阵，所讲出的话是，遐对逐所在来到伫耶路撒冷，要来守节的这犹太人，哇，足多话来讲起上帝作为。头一摆，这个圣神降临。会足特别的显露伫咱的人类，这是咱看头一摆的圣神降临一个足特别的所在。过来，我老皮讲因去耶路撒冷活动，上帝都爱遮先拢总等到耶路撒冷的所在，伫遐去听候圣神的降临。伊嘛毋知讲会伫五旬节。五旬节什么节日？咱知无？是犹太人收割的节日。圣神临在伫咱的心中，对伫今日咱来讲嘛是真要紧哦。爱咱基督信徒，咱亲像要出去收割，欢喜快乐。咱做基督徒，咱常常捌讲。得到人啦，像啥？像得到鱼，对无？有人甲咱祝福，我讲你会当得到人啦，像得到鱼共款。互迄个信主的人会当真实。咱知彼得，伊暗时去掠鱼，掠拢无。后来耶稣出现伫因的中间的时候，就交代彼得讲：直接拍吧。耶稣过了后，对耶稣的学生拢显现。彼得伊就听耶稣的话，伫遐拍人。结果呢，咱拢知影，所掠的鱼用的啦，底袂落因就船帮用要破。即款的神迹伫耶稣的学生的顶面来显露。圣神临在，因耶路撒冷的所在，互圣神充满彼得们伫迄日。感到充满了大困难。圣经甲咱讲，你若看书会段的头前叫做咩？一摆感到3000个人悔改受洗。咱来看书会段，后来的教会历史界看做圣神的降临的迄个节日，就是教会的生日啦。咱做来看书会段。
咱来看虽然个性情讲，你这个讲到了后，咱来看讲，对安尼领受伊的话人，就受说一日学生增加约有3000人，拢伫遐啦，伫遐继续遵守师道的教义，初代教会开始的时阵，所以后来圣神降临这个节日，五旬节这个节日，该看做是教会生日。题目叫做“互咱的心当有回升”，圣神临在咱的一个工作就是，互咱普遍的咱这个圣神的感动。圣神的同在甲感动，有无？最后是圣神的同在甲感动，直到世间的落尾。今日即个，咱来领受有人哦，一礼拜讲道煞是走咧，千万毋通走，一定要等到牧师的祝祷，搁来后走，伫遐伊无法做一个祈祷，领受上帝。千万毋通讲我特别甲有人信徒是啊，我捌一种信徒，牧师特别讲道时才来，牧师讲道煞就做会走，安尼得袂到上帝完全的祝福。咱一定要接受牧师最后的祝祷，后走，你个好我祈祷讲上帝，我对今仔你的话会领受，放伫我的心内，诚做我即礼拜费力。礼拜煞。咱这个咱的信徒，兄弟姊妹拍照才离开嘛，千万都唔通除非讲你有急事啦，你若有急事，无法度你都爱大声离开。若无，咱唔通诚做迄个讲道捡着来，讲道煞飘咧就做去走，千万都唔通诚做即款的信徒。头一摆的这个圣神降临节，我有讲起来是五旬节，犹太人。因受过的节日，学生拢唔知影是五旬节的时阵，圣神咧降临。因受耶稣这个交代，等来到耶路撒冷的所在伫遐，天后，咱来看圣经，因安那天后用祈祷的天后。天后是种功课，天后唔是足消极个，无做代志坐伫迄个所在，唔是。天后其实就是这样，伫迄个所在领受上帝的开这真要紧嘞。咱你看犹太人，摩西带因要出，要一家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分条马条，伫遐去引带带领。上帝甲伊讲行，伊就去行。所以讲天后应该天后。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咱有真侪代志，真侪时阵。咱永远着天后，天后的中间是要互咱定心来得到快乐。所以头一摆的这个圣神降临节时，因是登到耶路撒冷，研究圣经人讲就是迄马可的楼顶的所在，伫迄个所用祈祷得天后圣神的临在。今仔圣神已经临在啊。毋是讲咱咧庆，咱即摆咧庆祝跟逐年咧庆祝即个五旬节啦，就是自过完了后第50天，即个五旬节，大概咱的母亲节过后啦，真少伫母亲节进前，咱顶礼拜母亲节，即礼拜第年即个五旬节是今仔日，即个日子是过去历史中间已经发生。上帝伫伊个时间的顶面有照伊个时间伫运作。咱知影，上帝伊个时间毋是咱定着的，是上帝照伊个心意、伊个奥秘伫定伊个时间。古早有先知、有国王，搁有啥物人？有先知、有国王甲祭司这三种人。后来，互迄个所罗门王要起圣殿的，这特别的这功夫的人，互即特别这为着上帝国伫落的人，上帝才互因有可能圣神甲因充满，
互因有款的能力，互因有款的气力，通完成上帝互因的这代志。我伫双连教的礼拜时嘛，捌听到一个真出名斗笠，有一个长老足够雕刻的足够雕刻一个基督徒。这台湾上伊古早一个院长叫林鸿信博士伊嘛捌这个基督徒。伊捌做见证讲，伊是一个雕刻家，伊毋是讲受到迄个专科学校训练出来，就是有迄款天分，家己努力真够雕刻真水。伊的作品国家有收起来做永远保存迄款的名声就对了。伊捌伫迄个台北车头新的台北车头的边有展览的时候，参加至少有30-40项是伊雕刻的这作品。伊做见证讲伊甲雕刻到某一个程度敢若无法度搁再进行的时阵，哇！伊就必须祈祷上帝，必须祈祷上帝。都亲像我之前伫讲过，咱毋但是伫遮是，但我说袂记啊。讲迄个弥赛亚，写弥赛亚迄个韩德尔，13讲的。那老师甲见过弥赛亚的这神曲下出来，迄雕刻家讲伊那亲像安尼上帝甲伊感动，互伊哇真紧的时间就有法度甲伊要雕刻这作品，隆重甲伊完成。当然，这是较特别的例。咱每一个人若要爱做见证，伫咱的小组，是讲伫咱的团契中间，咱会当讲起。讲你安怎受上帝的感动？顶礼拜，敢若有一个机会，差不多，我敢若有时出来做见证，受洗迄个机会伊敢若是圣外队的队员，敢若是徛伫这个所在，嘛做见证。因为做见证讲，上帝怎样圣神感动伊，翻转伊整个生命。我转去了，我甲阮牧师讲哇。这个机会应该真勇敢，真勇敢来做见证，伊接受耶稣基督了后，因为即个咱每一个人有无相像的经验，伫咱受圣神的感动。我要甲咱讲毋是甲遮个人，既然圣神降临，对咱来讲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总会当得到圣神的充满。只有你肯追求，圣经甲咱讲迄个歹的父母，伊的囝甲伊讨时阵，伊就会当做好命，互伊的囝是好互你。对上帝祈祷的时啊，你个天父上帝减无将圣神赏赐互恁嘛？咱都爱肯求啦。肯甲上帝讨啦，亲像真单纯的，迄个囝儿对父母甲伊讨，我爱买一台脚踏车，我爱买一个乒乓拍，我爱什么款物件，你甲你的父母讨，你的父母的确适当的时阵，伊一定会甲你准备，会互你。除了你无法度用以外，你还未到迄个年纪，会当用钱，当然你的父母。袂将钱，互你，你也袂晓去真够使用这个刀啊！你的父母嘛袂将迄个伤过危险的刀交互你，一定是伫你会当甲伊运用的程度，削铅笔啦好，是讲做其他手工迄款细支的刀啊，较来袂互你，伊袂将迄个要杀人的刀交你。咱的父母是安尼，保护咱伫天顶的父母，要赏赐咱的物件，上好是啥物？上好就是圣神。既然圣神的临在，
伫咱的中间，我今日用这圣经节，要来甲恁讲起的时，耶稣就用上帝的话对因来开帖，这学生的心就火热起来。今日这个是信仰的定义，咱需要有上帝的话来甲咱火热。所以你的确都要认真伫上帝的话语阐述，认真伫上帝的话语顶面，真正欢喜实践伫你的信仰生活的顶面。哦，咱教会新来，牧师，哇，即摆你伫遐咧上课 ，OK， 咱两位牧师拢伫遐咧上课。啊，我拄好顶礼拜啊，有一只礼拜。我参加的，敢连续2摆，伫咱遮讲道哦，伫讲更新的代志。咱大家有印象无？讲咱的生命才有更新。哦，我真佩服这个香港，伊敢若香港人的款，讲话有小可巧啊。伊对上帝话语，咱真热切来对咱讲解。咱听到的人，咱自然会受感动。这种我有受感动的。咱伫上帝话语的顶面，伊遐尼热切的讲解中间，我开我的心，我做一个牧师，我嘛对伊话语会得到鼓舞，你知无？所以，所有的信徒，咱咧纪念圣神降临这个节，咱毋是讲纪念过去的一个日子已经过了，甲无关系，毋是。咱纪念这个只是到伫今仔日继续甲咱有关系，特别来引带咱，哦，互咱互咱的信仰会当火热起来。这是我今日要讲到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要点。咱的信仰不时保持火热。有上帝话语伫咱的信仰生活顶面伫更新，这是差不多我要讲的迄个道牧师伊甲咱的片面更新。你若无更新，你会冷淡。威廉巴克利讲一项讲哦，7间教会配成中间有1间教会哦，无烧无练。你知影迄间教会啥教会无？老底家的教会，哦，老底家的教会，对无？无烧无练，上帝注意了啦，伫个水中给甲退掉啦，这无路用，哦，无烧无练。我这阮是一个神啊，我毋捌讲我信仰，毋通诚做无烧无练哦，真正来火热起。咱的信仰若无烧无练的时候，会互上帝咱废掉。无烧无练了，无烧无练的意思讲，甲我无啥关系啦，无看重啦，对这件代志袂去看重，袂去追求啦。我倒来台湾吼，我有2种方法。头一种是听收音机，哦，收音机我就放迄个 FM， 哦。有当时啊，听这个报道啥？报道什么？我听伊的节目。若无我就手机，我最近我较毋敢听，讲我手机对咱伤害真大哦。我甲囥较边仔去，听讲道，听甲困去。哦，我来讲哦，你若困袂去，你就听收音机，听讲道，你一定会好困。哦，爬起来时，你佫想讲，我昨毋听到这一搭。爬起你佫拍开你的手机一半，我一半无听着，佫再补听。你至少你咧听讲道中间会听着1集2集，对你真有帮助的物件。互你的心会当不时保持火热起来。因为人心若冷去哦，伊袂积极，伊就凊彩，无看重。这无看重，你就失落。今日这个我来甲你讲哦，7张配中间这老底家的教会，甲你讲这个危机是，咱的信徒有可能失落你的信仰，就是无烧无练。
无常常互上帝话伫你的信仰生活顶面，你家己更新，你家己体会。我感觉我真有福气哦！我上帝互我特别的恩典，我去纽西兰牧会到70岁底啊，我伫纽西兰住11年。啊，其中我有租厝，因为无够，我的教会先还袂起，无图书馆，所以用租的。我就租一间厝哦，老厝，2间房哦。啊，迄老厝啊有火炉，啊，即摆袂使哦。即摆因为迄个二氧化碳的关系哦，即摆拢总爱用瓦斯，啊是要用电，用假的火炉。你通做像这种火炉款去啊，做是袂使喝茶，袂使。啊，我迄阵的旧厝会使回去行，行到即间厝啦，完全倒坏，佮要新起的时。安尼就袂使，所以我住伫迄间厝啊，还佫有听火炉。听火炉真注意是，你爱不时爱甲迄个茶，甲伊听要无火时，你就甲茶甲燜去，啊，若无就会化去。咱的信仰，嘛是爱有上帝话，不时那时阵火炉有个茶。肯定火炉中啊，烧，火会发热。我问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伫即个圣神已经普遍特别降临伫咱的心中，毋是牧师、执事、领袖，毋是祭司人吼，啊，毋是迄个特别有啥物技术的人，哦，像讲这音乐家吼，特别的即个艺术。毋是甲遮个人因有圣神的感动，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奉耶稣基督名伫求讨的时，圣神就真欢喜，要甲你我三甲地地。甲咱三甲地，即件代志就是咱上大的祝福。你袂孤单啊！你有圣神甲你三甲地地，有上帝甲你三，你袂惊，你会得到安慰。你会叫鼓舞，你若看到有啥物挑战的时，你会当勇敢向头前来行。圣神感恩对咱是每一位信徒来讲，你拢会当奉耶稣基督名，对伊求讨的时，有带你甲咱生，直到世间的落尾何等的祝福。所以咱做基督徒哦，哇！无想讲是家己圣神降临前才想讲啊，一年一摆特别去受圣神。其实咱逐工伫咱的生活顶面，逐工圣神拢要甲咱相比。哦，啊，当然伊有特别的时间里面，要来伫咱的特别的需要中间哦，你会感受着讲啊，伫我极其困难的中间，上帝安怎甲你帮助，有真正做安尼见证，总是毋通袂记着哦。无代无志中间，我甚至吼有人你讲讲，吴牧师啊，生日快乐哦！我讲我甲要应着，我兄弟啊，我即摆的感动就是，逐工拢是生日快乐。77岁啊，当时上帝要调你倒去拢毋知咧，所以我逐工拢是生日快乐，有一天就上帝祝福。咱在少年家，少年家只，你嘛爱想，你有钱得我，干那得我这件代志就是信仰。你今日当用安尼，好好活伫这个所在，会喘气，会吟诗哦，头拄仔伫吟诗哦，哇，咱教会生活伫诗班上够用，我真欣赏迄教会，其中真enjoy的一件代志，听圣歌伫遐咧吟诗，带咱敬拜上帝。我古早伫李顺先去教会嘛是共款哦。古早迄个电竞的魔术伫遐好，伊牧师是音乐家，佫是指挥家，哦，哇！伊训练李顺先教会训练在诗班不得了，每一场迄个诗班的演唱，就敢像国家国家剧院那咧唱共款咯。啊，头拄我坐伫迄个所咧听，哇！每一个人拢天使。哦，我头仔看吟诗的时阵，我一个甲欣赏，逐个人拢要摊上天使面。吟诗
迄个诗歌真自然，会感动你家己，相信也会感动咱听受的。上帝这个圣神普遍特别临在这个末世世代中间，上帝要将一款的祝福临在伫咱这个教会。所以咱所有的教会，你著奉耶稣基督名聚会活动，做各种的圣神，拢要充充满满伫咱的中间。我今日讲到无照着呢，我目睭即摆嘛无好哦，写无法度看。我就看到了，阮某就转去就甲我讲：啊，你搁只讲，你看你会讲倒啊？我干脆我就莫看。如果你无看，你较自然啊。啊，无看有一个缺点是，前后就拢会乱去。我毋能讲，就是爱唤起咱逐个人觉醒，咱拢会使。奉耶稣基督名，对天的上帝求讨，伊要上上好的礼物，毋是一间厝，毋是一个土地，毋是一台车，是圣神要赏赐互咱，甲咱三甲地地，搁安那，互咱迄个火热的心地伫上帝话语中间活出，伫咱的生命中间。哦，无怪马介牧师讲，我宁可烧倒，我嘛生命我爱食做会烂去的铁啊！我希望咱每一位兄弟姊妹，逐个人拢互圣神甲咱烧到一节节发光，伫咱徛起的所在，通做好的见证，规个光伫伊后头来祈祷。阿爸爸，我来上帝，我感谢你，伫你的时间足奇妙。耶稣搁我上天了后，有照伊的应允，普遍的赏赐圣神伫伊的学生，目的就是要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来讲起上帝你大的快乐，要拯救世间人。主啊，今仔日阮深信圣神悠然继续要伫阮中间做工，伫阮的教会，伫阮的团契，诗班也好。各种的组织也好，阮深信，既然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咧祈祷的时阵，你就要伫迄个所在，甲因、甲阮三甲地地。主啊，求你互阮活伫圣神充满火热的气氛的中间，来跑走阮人生的道路，一切咱归荣于你。我都感谢各主的圣名。多谢吴牧师，咱只是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咱来用信息285首，信息285首，民专首，来请起。你。
咱请坐。咱即时奉献回应上帝话，咱请奉献同工。这时，我来报告，咱来看咱的酒目。当事项的部分，本酒甲下酒的部分，咱请咱的即位咱就来王师傅服侍当工咱来注意一下。第二点，聚会人数甲奉献的部分，但是有错误的部分需要更正，大家再甲咱干事来告知。再过来看咱的本会的消息。第一点，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吴牧师代表学校前来请安。即摆华人的地动对学校造成足大的伤害甲损失，后来为了学校线内修缮的事工奉献甲大度。所以咱会拄仔听牧师讲77岁，佫有火热心信任感动，讲话佫有做气来，所以咱用第一个盘声佫甲牧师讲，感谢，感谢吴牧师。第二点就是台北中会妇女事工部西区的联谊感恩礼拜，6月1号拜六，早时10点在本会举行。咱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踊跃报名来参加。5月20号报名截止吼。第三点，下晡1点邀开临时的长慈会，咱也请咱相关的同工范心来参加。第4点，下主日下晡1点邀开幼园董事会。咱也请咱的相关的同工范心来参加。第5点是咱教会陆续有4组的联络小组开始咧运作，咱也欢迎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还有边仔佫有无信主的朋友，会使甲邀请恁来参加。目前4个小组的时间有写在顶头，有的礼拜下晡3点半到5点，有拜六的感人数佫会灵的所在幸福小组拜六暗时有的暗时6点15分到8点45分，佫有10点半到12点，佫有自己的联络小组就是每周六早时10点到11点半。咱所以讲，咱的时间有咧遮，后面有邀请卡，所以讲咱的部分咱若帮口头拍摄说明，后面邀请卡会使摕来邀请咱身躯边仔还未信主的朋友。第2点，教会服饰的学会，定7月3号到5号，咧宜兰举办各种献歌营。7月22号到
甲26号咧双溪国小、古板国小的评合营。那所以咱的相关资讯拢咧后面布告栏。因为咱学会甲教会拢有补助，所以讲费用拢比外口更较俗。重点是讲，咱若不问讲，咱会使用教会的气力，咱的同工大部分都是咱教会兄弟姊妹，会使为国小甲高中的部分会使来培养。咱家己的小朋友，若是讲外口的人，有好的连接。所以讲后面有报名表，大家相关资讯有需要，咱大家来看吼。第7点，主日的讲员蔡茂堂牧师题目是宴请耶稣。咱的关怀大道的部分，第1点咧厝的调养兄弟姊妹有潘美月、谢惠美、曾文德、杨玉珠、郑明霞、林敏敏珠、许建庭、欧米达。咱这兄弟姊妹有身体欠安的部分，还有人咧病院的部分，咱的即是咱来祈祷，为了咱的兄弟姊妹的身体欠安，为了因来祈祷。大院的部分有马来金弟兄。李新明、洪文展弟兄的母亲，在兄弟姊妹，过来为着咱教会的1楼礼拜堂，甲3楼礼拜堂的精简维护，奉献甲大道，咱会看咱心内，真的是为了教会的修缮，还有同工的合一的心跟教会的发展，咱来祈祷。咱奉献报告的部分，若是有错误、有需要更正的部分，咱再甲咱干事来告知吼。所以我再来跟。这简单的补充其中有一个建筑基金，就是教会修缮的基金。如果人对教会修缮建筑的部分有感动的部分，所以咱的写奉献代选人，我们的上面会写教会修缮基金或者建筑基金意思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在修缮的部分还有一个是建堂基金，是讲教会顶起的部分就是卡条重干也相关一个奉献的名目在这里大家要奉的部分，大家先来了解安尼。再来，咱来看咱的本周的金句路加福音24章32节，路加福音24章32节，咱做个来读。来，咱过来读一摆咱即时来上营514首，上营514首，上营线咱请牧师为咱祝祷，请起。大家想着救主耶稣基督怜悯，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的保守，对即时到永世的福气。阿门。后续大家彼此交通，后续结束咱行平安礼。
咱遐日子过啊，只是歹势拄啊一个咱较早的会友来到咱遮，吼，咱就欢美的姊妹，啊，搁跟你查囝刘芳，吼，来咱欢迎啦，好无？真欢迎，即摆带来服务呢，今日来到咱中间吼，咱会后咱再甲伊彼此沟通，感谢主，欢迎你啦。他那会是他一转。